你幼年的恩愛，婚姻嘅愛情，你怎樣在曠野，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，我都記得。耶利米書2章2節。你有發現嗎？聖經時常記錄神將人帶到曠野。今日多數嘅人口湧向城市，瘋狂地追求權力同財富。人類最大嘅危機，或者唔係疾病、饑荒同戰爭，而係以利益為名嘅資本主義，摧殘住人尊貴嘅身份同價值觀。城市讓我哋傾向於依靠自己，取代神喺我哋生活中應有嘅角色。喺曠野，我哋唔可以依靠自己活下去。喺曠野，我哋將面對一無所有嘅無助感。只有喺曠野，我哋先至會發現神係我哋嘅供應者、庇護者以及同行者。正如耶利米所講，曾經喺曠野嘅我哋極度需要神。我哋嘅眼睛冇被五彩繽紛嘅物質世界所蒙蔽，我哋愛着佢，為咗讓我哋得到益處而將我哋帶到曠野嘅神。如果要重新返到深愛我哋嘅父神面前，我哋就必須返到生命嘅曠野上，讓佢以至高無上嘅權柄統管我哋嘅生命。我的生命為受苦所消耗，我的年歲為嘆息所曠廢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敗，我的骨頭也枯乾。詩篇31篇10節。希伯來觀點認為，犯罪同受罰係交織喺一齊嘅。神嘅饒恕雖然除掉咗我哋嘅罪，但係並唔代表會除掉犯罪嘅後果。該賠償嘅還是要賠，該付嘅代價還是要付。神嘅饒恕可以除去我哋同神之間嘅障礙，但係唔可以除去罪所帶嚟嘅破壞。顯然，大衛都認清呢一項事實，佢睇到罪使人嘅力量衰敗。佢用嘅希伯來動詞含義係使搖擺、絆倒、使變弱。罪係因為唔信服神，佢嘅後果會影響一個人嘅身體、情緒、心思同靈性。我哋總係以為生活中嘅各種事可以互不相干，以為可以喺呢度行一啲公義，喺另一處就向罪惡妥協，對所喜歡嘅人好，對唔喜歡嘅人就有另一套做法。喺公共場所保持道德操守，私底下卻仍舊帶住壞習慣。呢一節經文提醒我哋，生活嘅一切領域都唔可以如此分隔，要運作一致。或者我哋應該花啲時間檢查，我哋喺邊度跌倒、動搖或者搖擺咗？我哋所經歷嘅失敗係咪因為小心隱藏咗某啲罪？如果有，我哋可以向神認罪同悔改，並且去補償同面對後果，靠着神再次從跌倒嘅地方企返起身，經歷福音轉變生命嘅大能。